德善团的造桥铺路志工，将沙石甲安文图倒入去打整理完成的安文图搅拌机内底，宣示顶客造桥工程的决心。画面上，这个密西萨原本已经生鲜，经过志工团连日整理并重新油漆，未来这设备将投入伫芝山德善团造桥工课上。咱这有心的人士企业家，看咱造桥义工家族为旧团都出一寡问题，来看咱拢为零开始，来送咱这个机械，结合咱旧的这有的做30-40吨的义工，来这个现场修理，来为生鲜开始来做来喷漆，来整理这台机械整理作事是咱有一台机械继续为社会来山顶这偏僻所在来做桥，来渐渐大家知影讲，阮这个团员来靠这个团来继续来做桥，大家搁来恢复信心，慢慢旧团做桥的心，搁来延续，搁来恢复倒。芝山德善团成立，主要是成者家己某一个行善团造桥志工，为了让造桥过程不论是经费资源以及人事，拢会当更加健全透明。德善团中正团队希望让造桥的功德会当完整。因这个造桥的精神理念就是讲，咱要延续先人的这个造桥精神啦咱唔免让人事问题卡掉的咱赶紧有志同道合的人，赶紧要成立一个新团，就是今仔日所成立的芝山德善团啦来继续要来为大众、为人民来服务，要来造桥。27日上午，安文图搅拌机修复启用，由芝山善良宫干部以及德善团执行调顶人，带领志工做伙唱响祈福，希望接下来芝山德善团4月份施作的桥梁工程会当顺利平安。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